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创世纪25章12节到18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危险难与祝福。许多人在研读创世纪有关于以实玛利的故事的当时候，都会觉得想要仗义直言或是打抱不平。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在看上帝的应许，也因为这样的有限的角度，让读者只可以看到上帝不要以实玛利成为选民的后裔，但却看不到上帝给以实玛利的赐福。创世纪25章12节到18节记载了以实玛利的后代。撒拉的女仆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有下列儿子，他们的名字按照出生的次序是尼拜约、基达、亚德别、米比山、米斯玛、杜玛、玛撒、哈大、提马、伊图、拿菲斯、基底马。他们是12个部族的酋长，他们所住的村庄营地都是按照他们的名字命名。以实玛利死的时候137岁，他后代居住的地方从哈菲拉到埃及的东面，通往亚述的苏尔。他们没有跟亚伯拉罕其余的后代住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看似苦难的背后，其实是有上帝赐恩的旨意以及赐福的恩典。约翰在写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的书信的时候，他也写到，你的患难以及贫穷其实是富有的。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，约翰所传达的启示这样说道：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，那位开始和终结、死而复活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是患难和贫穷，但事实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犹太人的人所毁谤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的党羽。不要怕你将要遇到的苦难，看啊，魔鬼要考验你们，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进监狱，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，你们要忠心至死，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华冠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就听吧。那得胜的人绝不受第2次死亡的灾难。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我要顺服你的真理，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一心的颂赞你，我要永远宣扬你的伟大。你对我的慈爱多么的浩大，你救我脱离死亡。上帝啊，狂傲的人前来攻击我，凶残的暴徒要杀害我，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。求你顾念我，怜悯我，求你赐力量给我，拯救我，因为我像我母亲那样的侍奉你。上主啊，
求你向我显现你良善的凭据，使那些恨恶我的人惭愧，因为你帮助我，安慰了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诚信的信徒，能够执守誓约，努力的实践。求主不要让我们能够来走偏道路，能够与主来同行，来领受主的赐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